過來看連假，是有真濟人攏會出門佚佗，不過所有民眾哪像為着要耍最近真時行的手機遊戲皮克敏，怎騎鐵馬闖入去阿里山森林鐵路，加在是有施工的人員發現，趕緊通報，才無發生意外。另外是有民眾去爬屏東大武山的時，無細里出落去立功笑親的山腳，是已經派出直升機去救人。小心哦，落石了。特殊人員正細緻，用鎖仔加大架啊，經過要加半點鐘，將爬山無細緻步落去山坎受傷的民眾救起來。因為受傷的民眾無啥知影人，趕緊申請直升機吊掛。在8點36分，我們將患者從邊坡那邊拖拉上來。那於10點36分，與直升機配合，那進行吊掛作業。因是3個人去屏東爬山，找至透早4點外，佇北大武山登山口往舊學灣半路，其中一位4樓的女子無細緻出落去6公尺深的山坎，經消拯救直升機吊掛後送，縮短救援時間。5日連假民眾出門耍。阿里山林鐵軌道區佇初一暗，林鐵水下寮到高熱平大差不多37.4公里的所在，施工人員正佇咧做光纖建設工程，組一位騎腳踏車的民眾甲車騎入來，伊敢若是佇咧耍熱門的手機遊戲皮克敏。阿里山林鐵除了定期列車之外，仍有不定期之工程列車、工作台車以及測試列車會行駛在路線上。籲請民眾遵守規定，以為自身及行車安全。鐵路法有規定，無經過許可進入鐵路軌道的範圍，上懸會當罰5萬。騎腳踏車也同款，林鐵署將會限車警方依法查處。記者綜合報道。